其實我一啲實力都冇，我係偶像派嘅。1001題校園之謎第3題問題篇：暑假到啦！憑借住眉清目秀、一表人才、玲瓏浮凸嘅外形同埋優異成績嘅你，成功爭取進入 Large 科實習，住洋樓養番狗嘅光明前途就此在今天啊！但係緣分奇妙地安排你喺第一日翻工就遇到美麗嘅佢，哇！搞到你神魂顛倒、失眠多疑、驚前緊張、便秘、手心出汗、坐立不安、尖寒尖凍啊！嘿，聽講佢最愛嘅泡菜巨星 GJ 話要開演唱會，咁仲唔係時候做進擊的男人？之但係演唱會喺韓國，煙腸又冇假啦，唔請病假點去啊？不過一翻工就話病，咁俾人炒點算啊？咪住，你係香城大學嘅高材生嚟噶嘛？追女仔呢啲嘢點會難到你呢？仲唔用你最叻嘅數學嚟幫你解決問題？究竟請唔請病假，有咩數學嘅方法去決定呢？想睇答案嘅，仲快啲撳呢度。